迎收睇《悠遊記》。唔少香港人都中意去日本睇櫻花賞紅葉，但其實遠在天邊就近在眼前。香港都有好多賞花勝地。今集我哋會帶大家去到機場島賞櫻，又會尋遍各區嘅開花樹種，由專家帶我哋去鑑樹賞花，仲會分享點樣用手機影到靚相。至於盲盒旅行團呢 Andy 黎展峰就會繼續喺馬鞍山接受挑戰。另外旅遊達人 Ryan 就會揭開中亞土庫曼嘅神秘面紗。你哋準備好未？我哋出發！其實我想影個正面先啊。咁啊，我叫 William。咁其實我本身係一位建築師嚟嘅。不過咧就5、6年前到啦，我就自己就再搞咗另一樣嘢，就係手機攝影。教啲人手機影相，同埋自己當然我都會自己攞部手機去周圍影下啦。咁其實呢個都好多人都影過嘅打卡位嚟嘅。點解咁靚咧？因為其實佢有2棵樹夾住，跟住中間就會見到個教堂入口。香港始終地方細啲，就算成排都唔係話咁多地方有咯。最緊要你識得去攞翻某一啲角度，令到好似充斥晒成個畫面。咁望落去其實都個感覺都好震撼嘅。呢個位影相係靚，不過有冇多啲新鮮感嘅打卡位可以呃多啲 like 先？譬如好似我哋今日嚟到呢一度咁樣啦，馬頭圍村，咁其實佢係一個都有啲歷史嘅一個屋村嚟嘅。咁當然佢唔係好似我哋聽到可能有彩虹村啊咁多人嚟打卡。同樣喺度影嘅唔係講究花海怒放嘅畫面，但係即使只係得一棵樹同有特色嘅建築物互相映襯，都可以充滿美感。即係成個 wide shot， 即係一個闊嘅景，成棟公屋咁樣影晒，然之後咧就前面襯托一棵榆木嘅樹咁啦，咁成棵咁樣喺後邊有個背景咁樣襯托咧，其實睇落去都係一張唔錯嘅圖畫咯。想影到被讚好嘅靚相，手機攝影係咪始終輸蝕啲咧？好多人都以為咧一定要買部最新嘅手機，最新型號嘅，又要解像度最高嘅咁樣啦。咁當然你有嗰啲咁嘅功能，可能就令你嗰個效果真係會比較好啲啦。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唔係個器材嘅，有陣時係你點樣去睇嘢嗰個角度啦，同埋你點樣去理解你身處嗰個環境，點樣可以攞到啲你覺得認為對你自己有感動嘅嘢咯。講咗咁耐靚花、靚樹、靚景，如果想影翻張以花襯托人嘅靚相，又應該點影先？有可以幫我影相？可以㗎，可以啦。行前多一步，啱。咁啱遇到朋友嚟打卡，有埋 model William 就可以即場教學啦。係啦，見多我少少嘅，即係向上望，但係咧就唔係望住我向嗰邊望。OK， 好，試玩咗幾張。我滿意，係啦，因為本身我好中意，即係我都有留意佢啲相嘅，係啦，咁我中意即係佢有個即係嗰種光影嗰個對比咁樣啦，即係有全身啦，又有啲近鏡嘅個構圖幾好咁樣，同埋我知道話上網話最好着白色衫。白色就即係通常都冇死㗎啦，凡親我哋影花影有顏色嘅嘢咧，其實你唔會同佢鬥搶㗎嘛，咁變咗其實白色就最中庸可以即係做到呢件事咯。睇到呢度，有冇發覺我哋去過嘅地方唔使攀山涉水，亦都唔係啲咩秘境啊？好多人話係冇咩好影，咁其實可能唔係因為冇咩好影，而係見到佢哋好多地方冇去過。但如果你同一啲攝影發燒友，其實香港大把嘢影，大把風景未睇過。問題就係你唔好懶啦，即係要多啲去周圍行下，無論係城市嘅、鄉村嘅、山上面嘅、海邊嘅，或者啲歷史嘅嘢，其實攝影可以推動到佢哋咧，就去睇啲唔同嘅地方，可以變咗佢哋又會多啲去了解下個社區環境咯。